嘉义县梅山山区4月7日时，发生山友为着要救护山猪条掠到的狗仔，结果人嘛踏到山猪条的代志。嘉义县表示，用类似山猪条的物品伤害动物，会当罚5万5到7万5。豆豆甲叶仔飞去边啊，才发现讲下骹藏的血迹。4月7日时阵，就山友为着要救护山猪条掠到的狗仔，家己嘛踏到山猪条的代志。是这个弹簧锁，刚刚的弹簧锁啊，如果没有人拿那个夹子去解开的话，也是没有办法。我一个人也没办法解脱啊。我那天刚好是穿那个野战靴啊，不然的话，会受伤啊。嘉义县加贴一篇通知书讲，互这种山猪条掠到的动物，若是无人去救，毋是误事，就是爱断一只脚。目前梅山地区通报山猪条的案件真多，嘉义县政府嘛专工到现场了解情况。使用捕兽夹或山猪吊残害动物，依动保法可开罚1万5到7万5。如造成动物死亡或肢体严重残缺，最高可处2年以下徒刑，并科200万元罚金。他或许说他要捕山猪或是猴子，结果那边没有山猪猴子，大部分都是夹到狗了。所以2间山梅山附近的狗，你看都是有3脚的也有2脚的，很残忍。山友就表示，山猪条拢藏伫叶仔甲土下骹，若毋是专工要来找，其实根本看袂到。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这个问题，莫互山猪条伤动物也是伤人的事件继续发生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